昆虫是地球上数量千多嘅生物族群，佢哋慢奶就有，長長嘅身影，總係像人哋嘅目光。台灣昆蟲王國度嘅生物當多，人哋三無馬了嘅佢一條算來高等樣板嘅秘密身份咯。就幫人向下來出發，清楚看到身邊嘅昆蟲。昆蟲抗人情。小朋友，你點啊？一天係昆蟲請鬧熱嘅季節咯，特別係大人小子就搞一個昆蟲王，幾有故。從5月到7月來到蘇拿，記得為老人 say hello 哦。幾有故係台灣古嘅家畜度體型第2大嘅成員，記得嘅個又大又有力，就像鐵甲武士咁厲害。還有單槍講嘅幾有故，仲有按雜按強嘅個，一般越太雜，假嘅個咪話越太急。哇！原來佢頭前同鹿角腔樣有明顯嘅分差，難怪幾有故咪本人按做鹿角蟲。是唔好老講嘅幾有故，看做係剪刀高哦。睇佢嘅頭角老尖尖嘅胸角，真係講嘅幾有故用來搶食、爭地盤，還有保護馬嘅幾有故最好嘅武器。懂明嗬？老王講一個小秘密，想要看到精彩嘅古嘅擂台，唔是事前買門票。第拍幾有數項就做得看到精彩嘅實況轉播。佢最厲害嘅戰術就係先用頭角讓對手纏起來，再用胸角向下夾定。各位阿咋出力讓對方踢到樹下去，拜拜了。挨着，哇哈，很好聲啊！拍幾有數嘅呢？係幾有股身長稱號誒，你看幾有股利用動力嘅牙齒咬爛樹皮，跑出傷口，把樹嘅根呢留下來，方便自家好好享受。很好呢，很多蟲嘅屁都向咪走過來，準備談戀愛咯。把阿日短嘅生命，講嘅幾有股會想辦法搶到高屁嘅機會。高屁過後，馬嘅幾有故會自家轉到奶度，也就係做馬嘅幾有故莫覺嘅原因，因為啲本體嘅時節，各點都會帶來動態嘅阻力。馬嘅幾有故透營養較少嘅環境，留一粒一粒白色嘅卵生出來。幾有故嘅王鴨出世過後，皮皮嘅奶肉就會記到好食嘅料理。拍拍有皮皮嘅體型，本人按做雞麻蟲。是冇看一條雞麻蟲冇，佢條是喺大自然度少唔得嘅厲害分解渣呢。幼蟲一般來講會到奶度過寒天，等到春天就做得準備開始結蟲胞，演化變成做新一代嘅古尾王。幾有故色彩一神奇哦！今年一天，歡迎大家光臨熟司機，仲係我生意冇留佢學到比較，也係本地嘅泰國產起來哦。